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全台湾第一个募资千万达到目标的分友平台。这个姓杨的头家，和伊的前女朋友指控，甲公司是当作是拍起来的工具。讲这个姓杨的头家会叫做会员，甲女会员来约会，因为伊会当伫第一时间看到会员的资料甲背景，都袂输是皇帝后宫的选妃同款。只要找到新的对象，就卡达相传，然后甲前女朋友甲扯掉。不过，这个姓杨的头家是来背回讲，是因为对方甲公司有纠纷，才甲诬赖来扣分报复。办大型的联谊活动，轮流换到，互男男女女的交流变多。这间分友平台是头一间募款达到千外万，有代代教育朴素的杨老板领军，有斗成的超过8成。即马说互惹了讲，头家买经真济死的会员来约会。他可以知道那个会员的状况，比如说他的会员年收多少啊，学历什么啊，长得怎么样啊，其实他不会自己知道。他单身的状况都 OK， 但重点是他不是单身。那甲家己当作方向，伫咧选贵妃，遐消息 A 小姐是杨老板的前女朋友，加入分友平台了后，两个人伫2002年9月交往。A 小姐默默领薪水，就加入公司的团队。杨老板就讲，为着互生意做较大咧，伊会透过平台含查某囡仔约会讲生理。董事长嘛相信，毋过伫咧去年5月，杨老板含约会对象交往，7月就扯。今年4月，伊去找 A 小姐，爱斗相共甲现今的女朋友解说，伊无双卡达相存。毋过一个比对，才发现交往的时间有他做伙。他觉得我的好骗，都相信他。对，所以他一开始叫我去解释的时候，我其实说真的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毋然呢，分友平台个表用已经过期，或者是早就已经有对象的查某会员，超30个人，搁挂伫咧网站宣传，查甫会员得开真侪钱，其实根本就拄袂着这个人。都是用口头告知的，因为他就会主动比较漂亮的，就是大概是哪一些，他就是用他主观的去跟他底下的员工说。实际来到官方网站的地址，现场是登记分租办公室，打电话过去嘛无人接。杨老板是甲周刊回应讲，A 小姐含公司有纠纷，伊这是要补折出来。伊伫咧线顶约会时是独身，无欺骗的问题。嘛，这期惹了的人可能是做工图的，经营分友社甲人斗相共看姻缘，即马家己牵涉着偷食含找水果娘的证据，这恐惊嘛，互品牌受到真大影响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